线顶朋友，大家好！买彩券做公益，大家大0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来看咱拜六分享的二中医10020，顺利开出20的，恭喜有得到的朋友。今仔日是礼拜，提早分享几套版路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加码的二中医。咱对3月19开始8期一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固定8期一届。第5期34减29 05减2 32 05 32下2期1、2开05的。39减29 10减2 37 10 37下2期1、2开10的。33减29 04减2 31 04 31下2期1、2开04的。38减29 09减2 36 09 36下2期1、2开36的。36减29 07减2 34 07 34下2期1、2，这就是4月28拜一要用的07 34。二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合数的二中医。咱对4月初开始，用日期，日期合数33、37。01合数33、37。32、36下3期1、2、3开36个。07合数33、37。26、39下3期1、2、3开26个。12合数33、37。21、25下3期1、2、3开25个。18合数33、37。15、19下3期1、2、3开19个。24
合数33、37、09、13的三期1、2、3，这就是4月28拜一要用的09、13二种鱼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摆嘛是学中医，咱对2月初4开始，3月的第5期顶3期1、2、3，第3期的尾数3尾加4、7尾，用1727。3月的下5期1、2、3、4、5，开27个。3月11， 3月的第5期顶3期1、2、3，第3期的尾数9尾加4、3尾，用1323。3月的下5期1、2、3、4、5，开13个。4月初1， 3月的第5期顶3期1、2、3，第3期的尾数5尾加4、9尾，用1929。3月的下5期1、2、3、4、5，开19个。4月12， 3月的第5期顶3期1、2、3，第3期的尾数4尾加4、8尾，用1828。3月的下5期1、2、3、4、5，开28个。28个去读着班头。4月22， 3月的第5期顶3期1、2、3，第3期的尾数8尾加4、2尾，用1222。3月的下5期1、2、3、4、5，这就是4月28拜一要用的12、22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摆是高期，咱对2月初4开始，3月的第5期，下5期固定加3、1、2、3、4、5。咱对27开始，27加3、3空。3月的下5期1、2、3、4、5。
3空，3空加3 33。31个5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33。33加3 36。31个5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36。36加3 39。31个5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这就是4月28拜一要用的39。5字，互我的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分享互我的朋友下排做参考。爱记看煞，爱甲大吉大利有三九哦！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